抢去一家的废具，当像成功的作家，就天生有创作的想法。或者写世界作文真好，遐个欣赏遐摆学两句哦。但是做研佢就会好读书，思考一点点安样读书。佢个小说当中，会处理现实的生活，只系该可能存在的创作的途中是还蛮点错。1957年，佢伫国考得到证书的非常熟悉嘅社媒按照汪秀琴，嘅社媒老钟少军都有联络。几年以后，1960年，因为总理府过身，触及到佢嘅温柔为佢来出版两本书。汪秀琴就请琼阳教授的汪建来帮忙推销。汪建该当时喊的本人喊佢的本名按照方水建。汪水建读了佢得到清太感动，有安样出版的小说。有琼阳是台湾人，时节佢创作的途中就错咧，佢就开始创作了第一篇小说，按照贝雷。汪秀琴介绍汪水建到钟少军该为抢钟楼捞去指透，时节汪水建都喊唔得正式的个歌上的样板，钟楼当然心捞去修改意见。汪水建重新抄写以后，抢钟楼捞去填书跳过出去。几年以后奇怪。本名系汪水建，去看到报纸有一篇小说，用的内容老去写的琼阳咯，该名又按照汪建原来钟少军老去按一只笔名将档案的水史老去处理汪水建以后就变到汪建只笔名，以后汪建就密切到钟少军通信还有大量创作美术史一个行业按照林海印辨识汪水建就汪建嘅创作动王咧1961年的年代佢马上就得到第7届台北市四期福伦社文学奖，比钟楼还容易老轻松得到奖项样。钟楼系大病新院长得到汪建出头，因缘就有咧佢马上就变名作家，还有前度的读者某像钟楼创作指出其安缘佢就笑讲自家一开始系推歌专家。